大家好啊，又係我玄學多姐啊。嗱，咁咧我哋講流年生肖咧就剩翻4個啫。咁啊，今日咧就會咧講其中2個嘅。咁咧就會講咩咧？超蛇。咁超蛇啦，今年亦都係嘅，冇任何太歲嘅衝合。而第2個咧就係超猴啦，超猴都係冇用同任何同太歲有衝合嘅。係啦，咁我哋咧先會講一講咧超蛇先嘅。好，超蛇啦。嗱，超蛇咧今年咧有1粒嘅吉星，咁就有4粒嘅空星。咁超蛇今年咧個運勢咧就會係爭咗少少嘅，因為咧佢嗰個吉星咧要辛苦少少先至可以有好嘅嘢出現咯。係啦，粒吉星係代表咁樣。咁呢粒係咩吉星咧？呢粒咧就叫6分。6分本身係財星嚟嘅，但係呢粒6分星咧，佢要點啊？你要自己落手落腳，一步一步咁去做嘢咧，先至可以咧攞到個財嘅。咁即係話今年咧做嘢咧係會比較辛苦啲，但係咧就會多勞多得喎。咁所以喺工作上邊咧就會有一個叫先苦後甜嘅情況出現啦。咁啊。但係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但係有得做好冇得做啊嘛。嗱，仲要有句説話啊嘛，叫做天道酬勤啊，係啦。咁呢句説話即係代表你俾心機努力做嘢，自然咧就可以得到好嘅回報啦。咁所以今年咧超蛇咧都會係咁嘅情況出現㗎。所以記住今年唔好怕辛苦，知唔知？係啦，多勞多得，係啦。好啦，跟住啦，空星啦，空星代表一粒咧叫做病符，病符就即係有小病。小病小痛咁樣就多啲注意下自己身體健康啦，係嘛？尤其是啲天氣轉變啦。如果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咧，我都會建議大家真係可以咧去打下流感針啦嚇。我自己多姐我自己都打咗嚇，因為我都發覺咧，我未打流感針之前咧，我自己都容易咧有啲小毛病嘅，即係傷風啊感冒。但我發覺咧呢2年打咗流感針之後OK 喎，我身體係比較好啲嘅，冇咁多傷風感冒嘅，係啦。咁所以啦提議就注意一下啦。咁另外啦有一粒咧叫做蜜月，蜜月咧係代表咧喺工作啊或者生活上邊啊人事方面係會有變動㗎，係啊唔穩定啊。得唔得啊嚇？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做嘢嘅時候要識得變通啊，唔好太過固執，太過死板板啊，咁就唔好啦。另外一粒咧叫亡神，亡神咧就代表咧係你嘅精神狀態咧係會係容易有啲失魂啊，忘記有一啲嘢啊咁啊，所以最好就係有啲咩就寫低佢啦，係啊嚇。咁啊同埋即係因為可能身體有陣時會有啲唔舒服嘅影響咧，亦都會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嚇咁樣，所以最緊要保持身體健康嘅，今年真係啊。咁同埋啦，有一粒咧叫做的煞，的煞咧代表咧係有啲小是非嘅啊，咁少少嘅是非啊，咁啊注意一下就 OK 嘅啦啊。咁所以今年咧嘅空星嚟講咧，主要都係咧留意就係身體健康啦。係啦，會有啲小毛病啦，咁同埋會有啲人事啊，或者有啲嘅環境改變啦嚇，唔穩定啦，咁所以做嘢嘅就要變通啲啊，唔好太過咧固執或者死板板啦。同埋注意自己身體健康啦，等自己嘅精神咧係提升一啲啦嚇，唔好咁個人唔好咁 downgrade 啦，唔好咁 down 啦，唔好咁精神上邊唔好太話低落啦，咁你做嘢方面咧都會好好多嘅。咁啊有小是非啦嚇咁樣。咁所以咧今年所有嘅呢啲空星咧，其實都對應咧6分呢粒星㗎。所以咧想將呢啲嘅空星嘅情況咧影響咧係減低咧，咁今年咧大家做嘢嘅時候咧就俾啲心機出力一啲啊。咁你越做得到咯，咁啊賺錢賺得多咯，個人就會咧。係咪開心啊？一見到個銀行戶口，哇，又多幾個零啦，自然咧個人就心情舒暢，係咪又開心啊？開心嘅時候咯，自然啦就會令到咧身體上唔好嘅情況啊，或者情緒上唔好嘅情況咧都得以舒緩嘅啦咁呢個咧都係今年咧我多姐咧俾屬蛇嘅朋友嘅一啲建議嚟嘅。好啦，咁講到呢度之後，即係俾我飲杯嘢唞一唞啊。跟住落嚟咧就會講咩咧？超猴啊！超猴咧今年咧頭先講咗啦，係同太歲冇任何衝合嘅。超猴有2粒咧吉星，有驛馬
同文昌。好啦，我哋先睇一睇下驛馬。驛馬呢一粒咧係事業嘅吉星嚟㗎。咁咧驛馬呢粒吉星咧最好係點咧？宜動不宜靜。對於從事一啲咧會走嚟走去工作嘅人士咧係非常之好嘅。咁你話多啫，咁點啊？仲文職嘅喎，點走嚟走去啊？咁樣咁唔好成日喺個位度坐咁多啦，可能或者行多少少或者起身喐下，有陣時做到好攰嘅時候，起身做下一啲拉下筋啊，喐下等個人鬆下咁樣，個腦都冇咁實咧，咁自然咧個頭腦靈活啲咧，對工作上面都好啲嘅，或者就係都知道自己成日做寫字樓坐咧，咁啊做下運動啦，係咪？喐下啦多啲，係啦，唔好成日攤喺度啊，打手機啊，煲劇啊咁樣啦嚇，咁樣咁咧都會係啦。對於個運勢都會好啲嘅嚇，咁都係啦，多啲運動啦，係啦，咁個運程好啲啦，係咪啊？但係啦，因為咧驛馬係咪會喐嚟喐去啊？所以如果你做嘅工作係同運動業有關嘅，咁要小心啦。例如運動員啦，或者一啲嘅賽馬嘅騎師啊，呢一啲咧啲工作咧係同運動有關嘅咧，咁佢哋整親啊嘅機會係大啲嘅。咁今年咧就要留意住啦，留意嗰個健康或者嗰個安全上邊啊嚇，我哋要睇一睇。跟住另一粒咧就叫文昌啦，文昌咧就係代表咧係一粒文星啦，讀書運，佢係有利讀書運嘅，即係叫咧今年啊屬猴嘅朋友要點啊？多啲學習係啦，可能要參加一啲嘅興趣班啦，提升知識啦，又或者真係可以咧去學一啲嘅課程啦，係對工作都係有幫助噶啦，咁樣嚇，咁令到自己咧個底咧打得好啲啊，咁到需要嘅時候咧，咁就自然啦可以用得着啦嚇咁。好啦，咁至於啦，如果咧係想譬如有啲學生啊咁樣想增加嗰個讀書運嘅咧，其實咧係可以喺風水上面咧有啲幫助嘅，就係喺嗰個文昌位咧，就係放咧已經開咗光嘅文昌塔，或者咧係一啲叫文昌筆。咁咧就可以咧有助提升咧呢個讀書運嘅。咁如果咧有朋友咧係想查詢啦，關於呢個擺文昌位嘅相關資訊嘅話咧，咁可以咧之後DM 我多姐咧我可以咧為你解答嘅。係啦，咁除咗呢兩粒吉星之外咧，咁我會講講啦，睇有咩凶星啦。咁凶星第一粒咧叫喪門啊，喪門咧代表係會係有白事嘅情況出現啊，可能係你會係可能會去一啲嘅喪禮啊咁啦嚇咁同埋啦呢粒星咧，亦都係唔建議咧今年去探病問喪嘅，咁所以注意一下啦，尤其是長輩得唔得？長輩嘅身體健康啊嚇。對家宅咧都有少少影響嘅，咁可以咧做一啲小裝修化解嘅，例如可能換下梳化啊，換下啲台凳啊嗰啲咁樣啦嚇咁亦都可以提升一下啲家宅運嘅咁跟住另一粒咧就叫地喪啊，地喪咧又係亦都係啦，有影響家宅運嘅，咁所以咧要注意啦嚇。同埋容易亦都有白事嘅，因為喪門地喪同喪有關啊，咁所以咧都呢兩粒都係會係同白事會有關啦，家宅啦都會有關啦，留意啦，可以做多啲善事啦，捐獻啦，係咪啊嚇？又或者真係啦，拜神啦，保佑啦，咁所以我都會建議今年屬猴嘅朋友咧，雖然咧同太歲冇任何嘅衝合啊，不過咧都係啦，最好去拜下太歲啦，因為有兩粒唔係幾好嘅凶星喺度啊嚇，好啦，跟住一粒咧就係呢個孤神啦，孤神咧就係對男士嚟講影響大啲嘅，係啦，會代表點啊？夫妻不和啦，咁注意夫妻之間嘅關係啦嚇咁樣。嗱，咁總結肖猴嘅生肖啦，雖然咧今年咧就同太歲冇任何衝合啦嚇咁樣，不過咧因為有兩粒咧同白事啊或者對家宅啊健康有影響嘅細凶星啦嚇，都會建議都係去拜下太歲，求太歲保平安、保佑身體健康啊，咁呢啲都係需要嘅嚇。咁但係啦，同埋啦要提升運勢啦，咁除咗驛馬呢粒吉星係多啲喐動之外啦嚇，之外咧亦都啦，今年最好就係可以去讀書學習。學多啲新嘅知識啊，加強咧自己嗰個
運勢係啦，咁啊同埋咧可以作多啲嘅準備啦，因為機會永遠都係咧俾有準備嘅人㗎嚇，咁所以大家咧就留意啦。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講咗兩個生肖啊，肖蛇同肖猴嘅，咁跟住之後咧仲會咧剩翻咧大概係兩個生肖，仲有最後兩個生肖，咁我哋咧下一集咧就會同大家講埋噶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先，下次再見，拜拜。